最近有一条当时种囡仔买咸酥鸡的新闻引起真侪讨论。家庭辅助基金会一份针对青少年对特殊囡仔看法的调查有3成囡仔认为讲，这款的特殊的囡仔确实会造成别人的困扰。有4成7个囡仔讲，因伫学校会无想要甲这个囡仔分到同一组。同理心的部分看起来是个需要加强。一定有，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不太敢去学校。当咧读大学的雪梨，因为一病，2岁开始行动无方便，14岁开始坐轮椅。伫成长过程，尤其高中以前，伊受到真侪同学无友善的眼光。因为我以前可以走路，但是我走路的姿势可能跟人家不太一样。同年龄的小朋友还小，可能他不太了解我的状况是什么，有霸凌或者歧视的状况。对，有些人会直接动手。家扶基金会针对7岁到18岁青少年做调查，挖2成青少年会惊特殊需求的囡仔，3成外青少年认为这个囡仔会造成别人的困扰。伫学校分组教学的时，有4成7左右的囡仔无想要甲这个囡仔做伙。共同教育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平等的学习机会。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就真正就跟你在一起学习、一起合作？其实对孩子来说，他没有那样的一个社会历练，没有那样的一个人生的体验的时候，理解这件事情有时候他想做，但是他在实际上的经验是有一些落差。你问他，就是说你觉得他的困难是什么？你直接用这个问题去套出他之后思考的一个方向。家扶基金会呼吁家长的态度是培养囡仔友善的关键。专家也指出，只要鼓励囡仔参特殊需求囡仔互动，就有机会透过了解建立友善环境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